咱來看這高雄是有一個查甫人呢，騎歐多拜無拍方向燈，而且閣搖來嗨去，互警察甲抓落來，結果毋但是查到這個安非他命，伊的快態嘛是毒品的陽性的反應。其實這個查甫人呢，這個月初才拄因為食毒塞車、食毒騎車，互人甲抓到，這已經是伊第3屆犯啊。所以除了是開出183000的紅單以外，嘛互法院裁定羈押。大哥，你在前面有變換車道的時候，幫我打個方向燈哦。變換車道。19在高雄高山的博愛路頂懸，48歲姓蕭的查甫人，因為騎車偏來偏去，佫無拍方向燈，去互巡邏員警察落來查，想要到又佫是食毒騎車。你車上查獲有毒品，那警方我跟你說，我們要對你實施毒品脫離快篩試劑，安非他命陽性反應，跟你講這今天是標準的，不要僥倖。紅掠到食毒騎車，姓蕭的查甫人講唔通傷可惜，因為警方佫進一步查出，伊這個月初2嘛，同款因為食毒騎車防撞到，去年4月嘛有一屆，這回已經是第3屆啊。高山分局也是依法開罰，姓蕭的查甫人也過高雄地方法院裁定羈押。男子駕車不依規定使用燈光及10年內再次毒駕之行為，均依規定舉發，最高可處新台幣183600元罰鍰。為了阻止這款毒駕罰物件罰未解的風氣，行政院已經修法，對7月開始，只要查到食毒騎車，頭屆就罰9萬，汽車是罰12萬，第2屆以上大概攏愛查9萬起哩，而且罰款的累計是無限制。另外，毒駕也是記冊會防吊銷駕照，3年內未當考照，沒入車輛。若是造成有人當傷死亡，一世人攏未當考照。未來公車乘客嘛愛連帶受罰，也有預防性的吊照制度，毋望透過重罰的做法，和毒駕的人未夠有可惜心態。加重毒駕拒測行為的處罰，無論有無肇事，只要毒駕的累犯，就終身不得再考照。食毒塞車就親像無定時的炸彈，除了加重罰則，內政部18暗時也啟動全國的食毒食酒塞車大執法，其中高雄佇咧51大臨檢點，攏總查到13件食毒塞車，也當場沒入車輛。記者柯家祖、邱兆陽高雄場報道。